高雄新客家文化园区内面的国际演艺厅，15年前启用，成做客家艺文展演的重要平台。不过5年前呢，业者契约到期，搁再碰到疫情，就一直标袂出去。去年搁因为这风台淹水，升降到今也未修复。那机关批评讲这效率上过歹啊，也互行政院列管讲是网啊管。 用米拢分区的外形来设计做厝顶，周边拢是青翠的树啊。这是高雄新客家文化园区内底国际演艺厅，远远看过来真水真清幽。不过若行挖一看，大门前的楼梯间嘛，拢已经发臭，边仔阁有一堆唔知向顿的物件。演艺厅自5年前契约到期，等到疫情了后，都一直标袂出去，放伫关网疙瘩。客委会讲，种种的因素加起来，互演艺厅的发展拄着困境，因已经有咧争取经费，准备要来重新规划征收。我们会朝向以目前市场为主要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来做设计。那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目前文物馆的地下室的这样的一个艺文教室，它使用率就相当的高。 演艺厅伫去年，阁因为风台淹水，那地下室电机设备浸害了，舞台地板嘛拢生过凹起，佮加上以下音响3个设备拢爱换新的。客委会讲，包括空间重新规划，若是要翻新，至少爱开1亿。有议员就认为，钱爱开了有价值，才袂讨债。高雄的演艺场所选择多，若是干那做演艺厅学发展，建议会当结合对面的班会公园办活动，甲人带对遮来活化场馆的使用。推出一些软性的活动，互未来放假礼拜的时阵，爸爸妈妈嘛会当带着小朋友来，阿公阿嬷附近的住户嘛会当伫遮散步。啊，当然你的这个展览馆，你就会当找到一个新的这个使用方式。我感觉这嘛是真好，无一定讲这个所在伊叫做展览馆，吼，也是讲做演艺厅，啊，你就要一定爱办演艺活动，一定爱办展览活动。包括空间电规划、软硬体设备换新，目前拢咧送计划申请经费当中。客委会表示，若是顺利的过，明年底就会当摕到经费，只要经费落来，因会随动工改善。记者邝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